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那我们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从头唱。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几节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5章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的充满在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申命记4章29节又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诗篇29篇1到2节又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降生在这世上，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就是那永恒唯一的盼望，你就是世界的中心，你就是那得胜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的降临，求圣灵对我们亲自的说话。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遍满全地。亲爱的耶稣，我们欢迎你。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
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的吹击，每个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的吹击，每个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是啊，主啊，我们每个世代都要合一的来敬拜你。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生活就是在敬拜。即使我们在困难之中，我们仍然要敬拜。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要将耶和华的各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世世代代不分老少，都要来颂赞你的名。愿你的荣耀彰显遍满全地，这代到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唱。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把你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
主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只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是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来敬高唱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仰望你，渴慕你的话语，成为你的子民，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一生为主来做见证。神啊，我们是有福的百姓，在这个主的圣日，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准绳，也将你的亮光照看我们前面的道路。神啊，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你的百姓，大家都得蒙恩典跟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同心来祈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那个给，谢谢。麦克风。恭受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要读2个经节，第一个部分是在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第二段是罗马书8章5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上主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第二处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服从本性的人，亦与本性的事，意向于圣灵的事，意向于本性的死，意向于圣灵就有生命和平安。所以意向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献诗，今天献诗是由山营小组为我们献唱的诗歌，是《神的孩子》。献诗后，请夏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中移植属神思想。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谢谢善意小组用这一首《神的孩子》来一起跟我们勉励。我们每一个小组，他们都有非常好的特色，他们从神得来的恩赐来献诗，来一起跟我们敬拜神。我们感谢他们美好的服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真的要先感谢主，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没有风的台风假3天特别是台南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就仅是几十公里之隔，高雄在礼拜四有17级的台风。17级的台风什么概念？我们自己去吹才知道。但我们知道说是有史以来高雄遇到最大的台风。在47年前，牧师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塞诺玛台风，吹到整个高雄。那个时候高雄真的是满目疮痍，因为大家根本没有预料说突然间塞诺玛台风会转向，转向，而且又直接从海港吹进来，所以很多那个货柜、钓竿都全部倒下。感谢主，这一次虽然又创新高不过我们看到高雄呢，他们有防备所以虽然有一些受损难免，但是还不是最严重，反倒是隔2天在北部发生豪雨，很多地方都淹水了。真的，我们台南要感谢主，因为真的是大家一切平安。我们也不能去测度说到底为什么台风不吹到台南来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我们就要感谢就对我们要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个天气恢复晴朗的主日，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一起感恩。我们确信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特别是经历了这一次高雄、台南差异那么大的台风。主当我们降服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就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也要透过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愿神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如果我们参加敬拜我们分享了这个主题的第一部分，叫做基督徒的自我形象。那也许有些人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基督徒，你可能一直都持续参加礼拜，你也参加各种聚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你是属神的儿女。就像刚刚我们三林小组所唱的这首诗歌，圣经告诉你，你是神的孩子。当你有自我这样的确信，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境界才能够提高，从属人的性质移到属神的。那我们跟一般的世人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两样，2个眼睛1个鼻子，但是我们的差异是在于那个属灵的世界的差异。那需要基督徒去时时提醒，时时去跟神连结，才能得到这个从天上来这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今天透过这2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副题副题就是移植属神的思想。等一下经文会再跟大家一起学习基督徒跟属灵的世界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第一阶段要学习的，一起讨论的。刚刚我们就提起了，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分享了，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自我的形象。自我的形象就是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是有被神所印记的儿女。这个印记没有说像以前被人家用那个什么刺青把你刻在哪一个地方。以前这个 tattoo 这个记号在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因为那个是很明显的标志。但基督徒明显的标志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复习了2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箴言所看到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因为心所有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意念。换句话说，基督徒跟别人差别，就是在你的心跟你的意念、你的思想。所以我们也提醒，有一句格言，他说：“小心你的思想，因为思想会形成你的话语，话语会形成你的行为，行为会成为你的习惯，习惯会变成你的个性、性格，然后性格会影响、决定你的命运。”那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些程序流程，但是基督徒怎么样跟这个思想、守神的思想连接，是今天我们一起要学习的。首先，我们要确认，上帝掌管这个属灵的世界。人因为看不见，人因为没有抓不着，所以请记得，我们是被神的属灵世界所掌管，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以赛亚书55章，他这样说：“上主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这一句话开场白，我们很容易理解。换句话说，我夏牧师跟你哪位弟兄、哪位姐妹，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可能不一样，我的意念可能不一样，但是某些部分我们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一起觉得我们很爱主，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敬拜神，这个意念就一样了。但是神的意念跟我们不一样，它的差异在哪边？是更高的部分，更高的部分。因为第二段经文他说：“正如天高过地，上主的道路高过人类的道路。”天高过地，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这个差距了啦。好，用这个来描述我们最清楚。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说，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就像天一样，人就像地，差距那么大，你怎么样有这个幸福，有这个恩典，有这个祝福，说我们能够跟像天一样高的上帝的道路跟意念连接，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彼此互相的提醒，说人类需要向全能全知的上帝祈求跟引领。意思是说，这个像天一样的高的意念跟道路，你不是自己爬上去的，你是要求，你是要恳求，才能走在上帝的道路跟意念。所以诗篇81篇第10节这一句经文大家很熟会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预备来，你要，我就给你充满。这句话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但是神把这样的祝福放在我们身上，但是你要不要张口？要大大的，不只是张口，是大大的张口，我要给你充满。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已经做阿公阿嬷，但是大部分都是父母还在带小孩了还在带小孩我们如果碰到小孩要吃3餐的时候，如果他胃口很好我们拿一只小汤匙舀了吃的东西到他嘴边，他就张口了你会很高兴说哇，这个囡仔真好吃呢如果老是闭嘴不要，你会觉得说很头痛，因为不知道它是不好吃呢，味道不好呢，还是没胃口，也许可能有生病的不一样。我们看到这影片上呢，在记录那个母鸟去衔的那个昆虫一些谷物要给小鸟吃的时候，在窝里面那些还没长出全部的毛的那个小鸟嘴巴张得大大哇，那个张口大到我们觉得说怎么那么夸张那个嘴巴几乎一个头那么大，但是就是急着要吃母鸟夹给他的东西。那这个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属灵的世界的神连结，就是要大大张口，勇敢的开口，勇敢的大大的祈求，因为我们人毕竟就是不在这个属灵世界的一个连结，你没有力量，是张口让神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因为人类受属灵世界第4度空间的支配了，第4度空间支配，因为这个是超越人类经验的时间、空间跟物质超越的，
叫做属灵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度空间。第四度空间等于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存在。但是不要用灵意来解释这件事情，那是神特别恩典，特别是让基督徒有这样的祝福。但你说，这个第四度空间是不是只有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呢？也不是，因为同样第四度空间也有邪灵，也有空中的掌权者，一个恶者在攻击，然后在引诱你。就像上礼拜我们一起分享说，你有一些这个属世的文化是被影响的，是被干扰的，是被污染的。那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是医生，你是工程师，你是老师，你是专门在动头脑的，你会发现说，怎么有时候我灵感来了，哇，一大堆创意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创意到底叫什么？不是在哪一个地方，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很像第四空间给你的智慧。圣灵就是提供这个智慧的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说，明明大家都在吃苹果，那就奇怪，就光牛顿他知道说苹果掉到他头上，他会发现地心引力。那个地心引力，神老早就创造了，存在那边，只是人还没有发现。但是牛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所以一种属灵的感觉去领悟到，而且他还是找出证据找出理论，对不对？变成这个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弟兄姐妹，你承认有第四度空间，你承认有属灵世界，但是它跟你是不是完全无关？你也摸不着、猜不透，没有办法接触到它，没有。我们是实时存在的，是实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解说：就人类同时活在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看见的所有的，但是还有第四度空间，我们是双重的身份。我们也可以说，上帝的灵，他说，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向这个人吹了一口灵气，那个气就是跟属灵世界连接的一个管道。我们不会说动物、植物，或是哪一个鸟类，或是哪一个鱼，它有第四度空间的概念。也许它有那个 sense， 比如说。那个候鸟好厉害，每一年都飞到它原来出生的地方去产卵。鲑鱼它会一直爬，一直游到那个溪流的最上游，在那边产卵。神给它一个特别的记号，它自己会这样做，但是没有像人类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创造人是因为让我们有第四度空间、第三度空间的一个概念。我们用那个。AI 的绘图，看看这个是3D 的世界这个展示。但是第四度空间可以用这样来描述啦，就是说，在3度空间的外围有那么多的概念在里面，但是你到底是属于恶者的、邪灵的、空中掌权的，跟上帝敌对的力量呢，还是被神所掌管？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而且最敏锐的部分。那我们一起要来追求这个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我是被神的思想所掌管的，是领受神的思想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第四度空间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创造、有治理跟改变3度空间的世界有大有能力。就像许多的科学家，就像许多的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们从4度空间找到了那个原理，找到那个上帝创造的一个奇妙所以就像很多科学家，他很谦卑，他说：“我发现了这个原理，我发明了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在一片充满了贝壳的沙滩当中，我捡到了一块，捡到了其中的一样，感觉很宝贝，把它拿起来而已。”越认识神的科学家或是这些发明家，他们越谦卑，因为他知道整个宇宙那个奇妙，人只是一个渺小的部分，还没有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当我们跟第四度空间的神连接的时候，它就是产生了极大我们人没有办法发现或是预测的力量。所以能够描述第四度空间，在圣经里面这段话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解说。弟兄姐妹，圣经的
创世纪1章2节，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这个世界还没形成的时候，那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一个渊面黑暗的世界。但请记得，是圣灵掌管的这个混沌的世界。因为它在上面运行，然后在这个原来还有3度空间，但是圣灵改变了它，创造了这个有秩序的世界，有一个世纪运转的世界。就像这个图的描述哈，渊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但是圣灵同在的时候，它就变成把这个新世界创造了出来。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强大的力量不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属灵的世界在掌管它。就像台风怎么走，气候怎么走，看来是大自然运转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它的掌管者是我们的神。耶稣为什么他能够平静风浪？是因为一切的大自然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2部分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渴慕的，就是神啊，将你第4的空间这个美好属灵世界，你的美好的思想，我要接受它，移除我原先旧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或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思想。所以这个叫做移植属神思想，来逆转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座年轻人很多对我们所谓的硬体、软体很理解包括我们的3C 用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构成人类的硬体就是灵魂跟肉体，但是能够驱动硬体的最重要的软体是思想，是这个思想。这思想好坏、正不正确，就好像这个软体，好不好用，能不能用，相不相容，那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这个整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属身体这个肉体，包括我们的思想被神所驾驭的时候，他的能力就不只是存在我们个人一种个别的能力，而是神运行在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座很多人对这个 iPhone 这个手机很习惯用，当他出了新的一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人就发现说糟糕，我这个旧版的手机，我是旧型号的手机，已经差了好几代了，他已经不接受，没办法接受他所提出来的新的这个软体运作的软体了，那你只好当成一般的简单的手机来用，但是你就不能跟这个最先进的这个资料来相容了。所以基督徒，你这样理解，你知道说，我这个有限的身体，我有限的空间，能跟神连接，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找一个印证，就是主导文。刚刚我们读了主导文，我们其中一段话很重要，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神的旨意在地上运行，其实它在天上已经形成了，不是说突然间上帝一个临时的构想，是因为神在天上已经计划好了、规划好了，然后在地上。所以我们地上呈现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心怀意念已经在天上成就了，所以才会在地上达成。我们从这个创世纪1章2节所说的一个圣灵运转，让这个世界成型。我们从主导文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就看见神已经把他的旨意、他的意念、他的道路已经规划好。当我们跟这个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摸索了，我们就不再迷惘了，我们就不再走错路了。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幸福在这里。所以当你掌握这个点，你才发现，我当这个基督徒真的是太宝贵、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这样教导我们。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8章，他说人类有属肉体的和属灵的思想，强调信徒应当以属灵的思想来过日，而不是属肉体的思想。这段话刚刚我们一起读了，我再复习一次。他说：“因为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顺服圣灵的人，意向于圣灵的事。”你看，服从本性就是我想什么就想什么，我要做什么就按照我的 kimoji 嘛，
按照我的一个属肉体的嘛。但是说我体贴圣灵，我顺服圣灵，就会做圣灵的事。那问题说，你这个选择到底差异在哪边？你爱这个爱那个，差在哪里？第6节给我们回答说，意象与本性就是死，就一个到最后没有结局的，没有平安的，没有幸福的，没有生命的。但是意象与圣灵，他说就有生命和平安。他在解释说，所以意象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哦。竟然是跟上帝为敌，就是你只关注于肉体，关注于自己属世的，竟然是上帝为敌，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这句话很有意思，说也不能顺的意思是根本不相容啊。我们玩手机或是电脑3C的人都知道，你如果你的手机要跟这个软体不相容，那会产生很大的困难，你根本就不能动，或者说不能好好运作。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黄毒软体啦，或是我们有很多什么骇客会入侵到你的手机跟电脑，都是因为他要干扰你原先的运作。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电脑知识，你就更能够清楚认证说，糟糕，我的整个肉体，我的意象本性的，都是被那些无论是恶意软体或是不好的软体掌握。那我就根本不能好好的运作，甚至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资料的储存呢。那第8节说，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欢，跟上帝为敌，得不到上帝的喜欢，那就是我们时在警惕的第9节。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这句话，当我们心悦诚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原来我自己很硬啊，我自己自作主张啦，我自己随便乱想的啦，我自己按照想法了。你有一个那么好的软体在运作，你就不要，去拿那个什么二手的，或是拿那个根本就是阳春的，或是山寨的，根本就操作不顺，对不对？原厂的原版的你不要。换句话说，基督徒都存在这个属世跟属灵的世界。当你偏向属世，你就会发现这个属灵世界进不到你里面。但是当我们诚心诚意的说，是的，圣灵啊，请你带领我、引导我，那就不受本性逼。所以人一直活在一个起起伏伏当中，我们时时要警醒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他最后一句话说：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没有圣灵，没有基督，那你是一个空壳子啦。你是一个不能用的手机啊 ，iPhone 可能是只有6、7那个型号啦。那基督徒，如果你天天参加每个礼拜参加聚会给人家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完全不靠这个圣灵的软体运作，那你根本就是一个空壳的，对不对？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没有能力彰显出上帝能量的这个基督徒，那是非常可惜的。那我们要从2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要排除一些我们人最常遇到的这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肉体的软弱，像排毒一样，很像软体来把我们一些不好的电脑、手机里面的软体一些染毒的把它除掉，就是用上帝的方法移除负面的思想。牧师没有时间来完整解说，但是我提这个主题大家都很清楚，有这些方面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一个，我们常会遇到有内心的不安，什么不安？是环境带来的不安，可能是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家庭环境会一种焦虑我们说 anxiety 那一种，就感觉就不能安稳就不知道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一种。尤其罪，当你犯了罪，你做了不该做的事，你会发生你的身心灵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靠神的力量来移除。第二个，有孤独的内心，有的人特别是现在大家沉迷在网络3C世界，有时候你不容易跟人家有人际的沟通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有社恐，社恐的意思是说，我跟人家这样子坦诚啊说话分享，会觉得有焦虑，所以连口关在我自己的世界。那这个有时候会以自我为中心呐，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只想到自己，那是一个很负面的思想。第三种是犹豫不决的心，心怀恶意。那有时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选择性的困难，那倒是也罢。但是问题是，当你很多事情被绑住，没有办法做决定，特别是当我要不要接受神，还是心怀恶意、优柔寡断，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进展、进程啊。第四个，容易愤怒的心，我们人常常会被一些恶意的或是不好的意念所掌管，所以常常能够发脾气、动怒。那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说，箴言19章11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那容易愤怒的心，我们当然有时候要靠修养啦，或是靠一些排除一些不要的干扰，这个是人的一个努力，没错。但是记得有神的恩典跟爱在你里面的时候，有些事情你看，原来觉得暴跳如雷的事，你会觉得说看开了，因为从神的思想会觉得这个没什么。也许受了委屈，又是人给你一些不好的一个意念，你都可以一笑置之。就像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他说：当你遇见紧急的事情先不要处理事情，先处理你的心情。我们都会遇到，比如像台风来了，哇，一下乱七八糟了，你会很焦虑、很困难啊，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但是发现你心要静下来，要怎么处理？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位金山的一个先生急着要去清水沟，没想到哇，被一块大石已经垮下来压住了，还好被救出来。有时候要看这个危险性，你不是急着要去处理，反而遇到更大的困难。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比较属于负面的部分，我们要求神将这个不好的部分移除。还有一个，牧师要做一个故事来做介绍，就是挫折的心。我们人在一生当中，有时候挫折难免会发生，有时候是一连串的挫折，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不怕失败的心，有一个自我的形象。因为你如果负面的心态，会觉得那我到底是时运不济啦，那没有贵人帮助啦，那我就是宁可是活在一个贫穷的世界，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但是有人就觉得说，我不放弃，我要努力。我们都知道，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肯德基炸鸡的故事因为这个肯德基爷爷的故事，蛮那个感动人的这个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叫做哈伦德·桑德斯啦哇，如果说也检视他的一生他一生等于是从出生到老都是不顺利一连串的，不是一两件是一连串的。因为他从小时候，他的爸爸就车祸过世，妈妈忙着去做工作，来赚钱来养这个家，他的孩子。桑德斯是老大，不得已这小孩子要学会在家里面煮东西给孩子、给弟弟妹妹吃没想到因为这样子触发了他一个有关烹饪方面的恩典恩赐。哇，小孩子的时候就会做了20-20项的食物，邻居都说哇，这个天分很好这个人以后如果做餐饮一定非常成功。他就从小就被这个激励到了，对不对？他就真的想要从餐饮方面去努力，但是因为身世很坎坷了，妈妈后来改嫁，但是那个继父对他常常霸凌他、打他，他觉得受不了这个家庭，就很早青少年就离开了，想要自己创业。那40岁开始建餐厅，要做生意，本来做的还不错，突然间卷入了一个法律的纠纷，只好把家产卖掉，把那些餐厅的设备
便宜卖掉，二手卖掉，那个时候还浑浑噩噩，根本没办法翻身就对了。直到60岁，他又遇到了欠债破产，因为一生劳碌没有成果，你看一个人被消磨掉了，所以已经身心俱疲就冲击大到根本身体看不住了，就住院疗养。因为受到影响刺激了，所以在医院疗养也睡不着，所以翻来覆去。一天早上，他听到一个歌声很好听，他觉得，哎呀，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因为他也不是说重病嘛，所以他就偷偷的从病床下来，循着歌声去听，说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呢？怎么那么好听呢？那走，声音越来越大，原来是一间教堂，有人在早祷，一位姐妹很像天使在唱歌一样，唱出一首诗歌。当他听到这首诗歌的旋律，知道这个歌词的时候，他整个人就痛哭流涕，痛哭悔改。这首诗歌是什么呢？这首诗歌，如果是传统的长老会的基督徒，你就知道，在圣诗612首。天古后派，变化不定。华语的是说，任何环境不要惊慌。我们要请我们的瑞玲姐轻轻的把这首歌弹出来。如果你听得懂，就知道你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了没关系，继续弹那听到这首歌，他整个人震撼痛哭。因为知道说任何境遇他没办法去掌握，但是上帝在照顾你你不要惊慌。从那个时候他决志说：神我不要自己乱冲乱撞，以为靠自己的才能或是自己的那个智慧能够突破闯破所以他就决志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这首诗歌很多人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唱这首诗歌，因为知道在第4度空间有一位神眷顾着我们，我们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好，这个故事呢，后来怎么样呢？他66岁，带着他所研发的烤鸡的秘方，他自己已经破产了，没钱了，他倒是找金主了。拜托你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有钱人支持他来创业？没有人拒绝，没有人再接受你看他多努力试了1000次。他说：“我只有这个能力，我有，我要试1000次，直到1009次，有一位金主接受他，才出现转机。”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肯德基的招牌不是年轻的小姐，或是年轻的帅哥，就是一位这个老阿伯，穿白的那个西装挂一个黑色的那个球这样子，这个肯德基爷爷，因为他直到88岁，高龄的桑德斯应用他的意志力、努力、神的恩典，终于打响这个名号。所以呢，后来呢，他研发及留下的独家秘方，就成为现在肯德基炸鸡。在我们东门路那边就有一间成为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啦。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肯德基不是这个老爷爷的家人在掌管，因为已经赚钱就被卖掉了我听说好像是百事可乐是他的老板因为你去吃肯德基要配百事可乐，然后去麦当劳要配可口可乐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大财团但是他的秘方，他的品牌，我们在肯德基外面看到一个老爷爷一个老阿公那个形象还一直在，就纪念这位创始者。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说，是说这位不屈不挠，不被这一种
这个失败所打败的挫折的心，也是我们需要去除的。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记得肯德基爷爷借由这首诗歌，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后来啊，这个是他原始旧的照片哈。那最后一个是自暴自弃的心，因为这个会形成反社会的行为，是足以毁灭人生的。啊，这几种，我期待你在神面前，如果有这样的意念，或是有这样的软弱，你就求神说：神啊，靠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圣灵，求你帮助我，除去这种负面的心。最后，我们要一起学习说，那我们就是要把属灵的思想、属神的思想来移植到我们身上。我们听到很多非基督徒在做测试，说：哎，你不信主，但是你圣经里面读的，你最喜欢的，你觉得能接受的部分，很多人都说是箴言了。因为箴言的一些处世格言对一般人不信主的人也是很有帮助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帮助没有真正有力量，是因为你要连结于耶和华圣灵的力量。这些属世的格言会成为属灵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记住了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跟知识，它的根本在于敬畏耶和华。世界上的知识多到不得了，读不完了，对不对？学不完，但是没有圣灵工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这些只是一个知识。有人很多很会讲，但一生潦倒，因为他根本没有好像一个驾驭系统，一个运作系统，让他把那个思想、那个很好的观念来发挥出来。所以，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术语叫做移植跟嫁接了。基督徒要透过圣经所启示的话语移植到心里因为你知道我们使肉体的有时候会忘记，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力量，所以要常常一直求上帝的带领。就像我们圣经刚刚我们读的一句话说：你要大大张口，是我们向神祈求，因为我们有需要嘛。那你要大大的祈求，要开口，然后神就要给我们大大的充满。所以移植跟嫁接，我们如果跟做盆栽或是种水果的人比较了解。第一堂礼拜牧师有提到说，我们这个教堂旧的那一个教堂旁边有一棵那个什么叫做洛梨长的树叶蛮大蛮茂盛，但就是不结果子了。谢牧师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是不是种在都市里面不长就请教他大哥，他大哥说你今年先把那个枝叶砍掉，让它明年重新长出来就会生了。那我们会长长老也跟我讲说，我有参与在里面的，因为他听说他拿了一支很粗的钉子把它钉到这个洛梨的树里面，反正就是从隔年开始就开始长出枝叶之后，开始结果了。那就很奇妙，所以我们把它当成说，这个概念就是移植跟嫁接，好像把这个会结果子的那个长得很好的、卖相很好的、有甜度的这个水果树的一个枝子，把它剪开，嫁接到这个原先那个味道或是口味或是那个甜度不够的这个树，它就会长出很奇妙一个新的好吃的水果。我们台湾人这个技术最厉害了，而且这个技术常被人家偷去了，到中国啦，到东南亚去重新种重新种，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嫁接的技术，把不好的改成好的就对了啦这个是我们这些图像，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都是嫁接产生新的枝芽，那新的枝芽就会长出跟原来这个好的水果一样的一个树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没有别人厉害，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性，刚刚讲我们的5、6种都是但是我们要勇敢的跟神祷告说，神我们要锯断自我的想法，而且嫁接上帝的新的想法，一个健康的想法。嫁接过程虽然会有痛苦，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我来慢慢调整之后，我跟神的儿女是相称的，你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干扰、困难就会消除了。然后
神迹奇事就会在你生活的周遭慢慢的发生。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最后一个，我们为什么说天堂在我心？耶稣很清楚的给我们这样宣告。换句话说，这个第四的空间，神的思想在天上，上帝国在天上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这句话，我们把黑色的部分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是，所以呢，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基督徒没有比人家强厉害，长得高，长得帅，没有，他是有神的思想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不一样的。就像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耶稣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糟糕，怎么重生啊？我又不能回到妈妈肚子里面。耶稣告诉他说：重生是圣灵进到你内心，改造你的思想，改造你这个软体，让你这个软体从神重新得力。基督徒，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重要的基督徒重要的概念，时刻记住在心。你就用这个原则去追寻、去探讨、去大大张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下个礼拜要把这个部分再把它完整。我们要祷告之后，准备要迎接我们来守圣餐。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一起来请小会员的预备。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跟福气，让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的求神将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道路实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确实会被这个属世的世界所干扰、所影响，甚至所破坏。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领受这个祝福。当我们有属神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上帝国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得到这样恩典跟祝福，得到能力，得到跟神走在一个生命永生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要来唱这一首圣餐的诗歌《宝贵十架》。我们一起唱一遍，副歌再重复一次。我们请弟兄姐妹要领圣餐的尽量坐到位置来。我们也请小会员的预备，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流，这样追随。先坐下。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流，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唱宝贵十架的救恩。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主，宝贵十架，他的救恩永远不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教会按教规可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领受学习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像保罗所给我们教导的：我当初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的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各位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饼祝谢，我们奉他的名照样的样式，我们一起来感谢上帝。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的是纪念你永远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有份于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的恩典的帮助，我们的爱灵里得培育，也在你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时候，我们请长老一起来服侍圣餐。我们已经受洗、成人洗礼、坚信你，你就可以领这个圣餐，一个是2合1的圣餐。我们拿在手上的时候，可以把第一层的薄膜先剥开，把那个小小的饼放在手上，然后一起做祷告。刚刚我们一起分享了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领受、迎接这个属神的思想呢？是因为我们要大大张口，我们要被神所充满。我们也求神将这样的充满进到我们的内心，因为这个不是物质的，是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将你这个属灵的恩典跟祝福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移除那些属世的、打击的、负面的思想，让我们迎接圣灵的思想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圣餐就是一个印证跟记号。当你大大开口，神就要为我们充满。愿神这样的祝福临到每一个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身上。感谢主。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比较边边的或者在外面的，请可以走进来，跟我们的长老来拿一份这个圣餐。愿神透过这个圣餐的记号，将满满的救恩跟祝福临到每一位大大张口要被神充满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没有拿到的，再不要客气，再摇摇手，让我们同工知道。
再一次，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拿到的？感谢主，我们把我们的饼拿在手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用饼之后，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把第二层的铝箔纸把它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的耶稣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谢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表明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永远国度的后裔。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属灵世界的掌管者，在我们属世的肉体被神所掌管的时候，我们要同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的思想被神所掌管。我们就要看见，我们要走在神恩典的道路，借由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印证跟记号，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有得到这种美好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神的思想、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走在一个恩典、平安、幸福得祝福的道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牧师做一个简短的补充。那我们请执事预备心，要来收奉献哈。我们每一次做圣餐礼拜的时候，会特别有2种奉献，一种是主日奉献，就是你把你的奉献放到我们的奉献袋里面。但是我们有在周报夹的一个纸袋刻上印上说圣餐奉献，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好像圣餐就一定要奉献才表示我领受有价值，不是，是因为我们借由这个圣餐要来纪念主的爱。那我们奉献的这些金钱，我们是特别用在传福音的用途，关心弱小的用途，关心这个弱势的教会用途，甚至是急难救助，还包括我们一年有好多的总会的主日，各单位有需要这样的奉献，我们会把它集中在叫做宣教基金的项目里面。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幸福小组，很多费用要来帮助这些 base 的，我们就用宣教基金来支用。我们要像这个台风要急难救助，我们会拨款去奉献。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需要建堂啦，或是弱小的教会，我们也为他们做奉献。所以当你的奉献放在这边的时候，它是用在福音跟帮助弱小所以等一下，如果你有感动或是你有预备，我们可以把圣餐奉献放在纸袋，那一般的奉献就放在我们的奉献袋里面。我们现在预备开始来做奉献，我们请同工来帮忙整理我们的圣餐桌，谢谢。我们一起来奉献。穿手拢较歹用，这较贵，较贵。迄边较低。
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下。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15节。请大家翻开周报的第2页。第2页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下个礼拜主理是夏文学牧师，其他的服事同工请我们大家留意。第3页有各项聚会牧区小组出席以及聚会的讯息，请我们自己来看。第4页肢体交通第一点，今天是世界圣餐主日，我们举行圣餐礼拜。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同与主同桌，然后领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跟合一的见证。第2点，小会公告，我们定于10月27日召开临时会员合会，以及举行明年度长职轮休改选关于这个部分，待会我们会请夏牧师一起做补充和说明。第3点。下主日10月13日，我们本会要举行收年主日暨重阳敬老会。那自赠70足岁的长者敬老礼金以表敬意。那敬老的名单在上周于周报上已经有公告，今日也已经修订贴在我们的公布栏，请大家再留意，若有需要修正或加添的，来请提出。第4点，本会幸福小组进入第2时程。相关的聚会已写在我们的周报的第9页第9页我们关于幸福小组的聚会资料以及幸福所有的时程请大家来一起留意，一起关心并守望与代祷。第5页第5点，今日在礼拜结束后要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名单如下，愿神祝福每位寿星生日快乐，主恩满意。第6点，婚礼的祝福，本会龚硕文弟兄跟邓瑞玲姐妹的次子第2个儿子陈燕跟陈怡将在10月13日下午，下星期日的下午，在台北济南教会举行婚礼。我们恭喜他们，也愿上帝赐福这对新人。第7点，宗会的议会消息，他们在星期5已经召开了冬季的议会，选举了明年度宗会干部，名单如下。其中我们的夏文学牧师也担任中委牧师，我们请大家为着宗会的施工推动进行代祷以及守望。第8点，丧礼的消息，本会故王昭文执事。陈佑长老娘，也就是我们所爱的昭文姐，她的入殓以及火化礼拜定在10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在市立殡仪馆怀替町举行，并且在10月13日星期日的下午2点，在本会礼拜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昭文执事在本会开创的初期就担任执事，并且昭文姐很爱富强教会。也关心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曾经担任细胞小组的组长。
参与在主日学、圣歌队、新朋友关怀、哀伤陪伴、中保代祷、服侍团队等等的事工当中。在这里面，我们有看到许多他服侍的美丽的脚踪，所以邀请兄姐能够一起来参加致慰，并且也为着陈佑长老以及赵文杰所爱的每一位家人，得着安慰，得着力量来代祷。第9项其他的消息，请我们自己看。其中第2项会有的喜事。本会李佳美姐妹，也就是我们的老提摩太的青年，在9月20日蒙上帝保守赏识一个女婴，取名叫做蒋若曦。我们恭喜她，也愿上帝赐福母女平安健康。第6页、第7页的所有的研习事工聚会消息，以及我们的奉献，第8页都请会友们自己来观看并留意。现在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很抱歉，还有一个10月10日，这个礼拜4，约书亚牧区密生小组、乐活共学营、哲荣小组以及交通团队、圣歌队联合的特富野古道一日游，请大家记得在早上，星期4的早上6点40分，在教会集合出发。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他。第一个是林慧娥姐妹，慧娥姐妹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在那边哈。这边有显示网路，借由网路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哈。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好，请坐。第2位是方护伟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来。他是我们鹰展小组的 best 哈 ，best。很高兴哈你来参加这个礼拜哈，愿上帝赐福给你。等一下我们第2堂礼拜结束，有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要请弟兄姐妹留下，我们要为10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哈。牧师先来做一个补充报告了，就是我们周报手上你有拿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名单对不对哈？这是我们长老教会很在意注重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会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开合会还有包括选举长老跟执事哈，所以这张单子等于是说，看看你的名单在不在里面你是初良教的会友哈第2个就是，如果你10月27号那一天你确实有困难没办法来外出啦、旅游啦已经定了不能来，请记得跟你小组长请假，因为请假名单会让你有一个记录知道说不列入在籍名单这样我们的过半数才能够过半数。第2个也请同工，特别是小组长，我们同工注意一下，我们有小组员他可能比如说他工作关系已经到中北部啦，或是国外啦，我们把它列入叫做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就是会员没错，但是可能那一天无法出席，我们就把它列入不可抗力，这样才能够让成会数就是过半数能够减少，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开会这一点我们请大家帮忙配合。那第2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投影片，我们有5位长老候选人，要选2位。那下个礼拜要一个一个请他们站出来，让你们看到照片跟本人，你干嘛确实知道是他，你要选谁那我们这个图片也贴在我们的那个1楼的公布栏。那我们会请干事再把它整理成一个图卡，我们到时候寄给我们群组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谁是谁，谁是谁。好，第1个我们是上个礼拜用长老一起抽签以前我们都是按照姓氏笔画，对不对那我们就学国家的选举，也用抽签的，选是候选第几号所以1号是高林清长老就是在任有轮休的。第2位是李宗杰执事他有具备长老的候选资格。第3位是胡泽荣执事，他有候选资格选长老的资格。第4位是我们的张希道长老他是这个轮休有候选。第5位是我们的谢承佑长老。这5位请大家在资料里面都有写了，你们要祷告祷告说哪一位是神预备的，你就把它圈起来在
27号那边就直接在选票上打勾，那就好了哈。那执事哇很热闹，都是一时之选。执事哈，我们小会觉得这些都是这个非常优秀的哈，但是我们只能轮休，所以只能选4位，所以14个，有10个要不是被淘汰，是让他做别的服事，有4位要被选上，所以请大家一个一个来注意看哈。第1号林继平弟兄哈，林继平弟兄。第2号廖秋平执事，他是轮休哈。第3位是刘淑敏圣歌队长。第4位是王建伟弟兄哈。刚刚林继平跟王建伟他们都是我们的敬拜团的同工哈。第5位李宗杰执事就是刚刚他也有资格选长了，也有资格选执事哈。第6位是吕文文老师他是老师，在主日学侍奉哈。第7位是韩启志，我们的鹰展小组的小组长哈，小组长。第8位是金晋吉弟兄他是基甸牧区的哈，金晋吉弟兄这是年轻一辈的哈。第9位是陈素文姐妹哈。那我们今天只看图片啦，下个礼拜请在报告这个时间呢，能够到前面做一下牧师一个一个介绍，让你们知道人跟图像是一样的哈。第10位，龚硕文医师龚硕医师，刚刚有报告说他第2个儿子下个礼拜要结婚了哈。第11个是吴志荣弟兄，第12位是陈子坚执事，他曾经担任过执事是轮休哈。13位是林慧兰小组长第14号张子兰执事也是小组长哈。感谢主，这14位哈，我们真的很难取舍了，就是说给大家用祷告的来选举。下个礼拜有出席的，到2堂礼拜都要在哈。这个报告时间出来如果刚好，比如说我们的硕文医师他要去台北耍新妇一定不在那请20号再来哈。好当然不是很勉强啦，又就是说我们多介绍给大家，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候选人大部分都在小组里面，在华语礼拜的也占很大部分，但是有可能你觉得这个很优秀，但是第1堂礼拜弟兄姐妹不认识他这个有我们富强教会的困扰这个很优秀，但是他可能只在第2堂礼拜，第1堂礼拜那些长辈都不认识，所以还是要祷告了愿神亲自带领好，那在1、2个报告再补充，我们就来做结束这个是我们幸福小组已经进展到过一半了我们期待大家为这些小组员祷告，让他们所做的事工 base 的他们能够真正决志来受洗。第2个，我们为11月3号、12月1号有2次的这个福音主日有名人开讲，我们邀请这些 base 的，还有包括不在幸福小组里面的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听讲不只是我们自己会有听了这一次请大家预备来再推销一次推广一次，我们英文查经班在第1堂礼拜的时间由李伟教授主持，在2楼会议室有需要透过英文来认识圣经，很棒。第2个是我们的华语查经班，是我们的马泽成教授来主领另外上个礼拜有图卡，现在好像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哀伤陪伴，还有离婚关怀，在周报里面都有写。特别我们请，因为通常这些当事人他们可能自己没有注意要参加，是你要关心他你要关心这个人有需要，你要推荐他来参加因为现在用那个 QR code 很容易报名，而且在网络上参加也不会受影响你的作息，或是在你的家里面这一点请大家一起鼓励，一起来鼓励好刚刚我们那个邱毅执事已经很清楚报告了，不过牧师再提醒一次，我们的王兆文执事的入殓火化是在礼拜是在10月12号，是礼拜六礼拜六那个时间呢刚好是早上8点30，如果有人要参加，请自行可能骑车也好，开车也好，自行去那个殡仪馆的怀替厅那我们就准时要开始当然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欢迎在下个礼拜天，等于这个时间我们结束了，礼拜结束，我们吃个简单的午餐
然后就留下来参加我们召唤执事的告别礼拜哈。他们带来我们的安慰跟鼓励，在他们所有的家族的成员当中哈，用这样跟大家报告。最后一个补充报告了哈，就是我们在双十节的时候，教会有休假啊，没有上班。第4个就是我们那个梦中族的存钱筒，有人登记，有人还没有领哈，请你到办公室找我们的同工来领这个存钱筒哈当成我们一个50周年的纪念奉献这样子哈。我们这样做补充报告，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冲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夏牧师做祝福祷告。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同心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引导、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我们预备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10月份有将近100位寿星哈，我们要请10月份的寿星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歌祝福你唱完诗歌，我们要请利奇恩弟兄来吹蜡烛，来，我们一起唱，来，祝你生日快乐，嘿，生日快，10月寿星，赐给你，祝你生日，英文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那个感谢主，来，请齐恩来，我要准备照相哦，你还吹蜡烛，对，好，慢慢吹，让他把照一张美照。好，预备，好了，好，谢谢，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再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感谢你。吹蜡烛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神的祝福是满满。我们为10月份的寿星献上祷告，主啊，求你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智慧，他们有属灵的思想，有第四度空间的能力，让他们一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神啊，将这样的祝福，让每一位寿星在接受亲友、好朋友生日祝福的时候，他们同样领受到从天上来的祝福。也让他们在工作、生活、健康、家庭都被神所保守，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活得更健康、更喜乐、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感谢赞美主，也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在回去的路程都有神的保守，一切平安。让我们再来1个礼拜，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以及我们的健康都得神的保守。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的拍手，我们给隔壁祝福，愿神恩典跟你同在，谢谢，谢谢。我们请到中午到3楼来吃午餐哦，谢谢。